這個是我們要介紹的 AI App，叫 Microsoft Copilot。我現在叫 Copilot 幫我生成一個蘋果的圖片，然後再介紹蘋果的好處。Copilot 能夠提升工作效率，會自動生成內容、總結文件、撰寫郵件，減少重複性工作，讓你專注於更高價值的任務。智慧化協助，它能理解上下文，提供建議、分析資料，甚至幫助製作報告，讓決策更快、更準確。個人化體驗，根據你的工作習慣與文件內容，提供量身定製的建議，讓工作更貼近需求。而且它生成的資料亦都非常詳細，能夠舉不同的例子，會舉例出很多好處。